係主席，我哋每個人都會變老嘅。政府統計處嘅數據為我哋描繪咗一個清晰但係嚴峻嘅景象。到咗2046年，本港65歲或以上嘅人口長者達到274萬，佔總人口36%，即係每3個香港人之中就有1個係長者。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統計數，更係一個政策嘅警號。呢啲長者曾經為香港拼搏奉獻，但係我哋係咪已經準備好為佢哋提供一個安穩有尊嚴嘅晚年生活呢？多年前，本人喺報章曾經撰寫專欄，第一篇文章都特別係講粵安老，因為我認為安老問題同埋政策密不可分，建設亦都要跟隨，而一切嘅基礎亦都係從安居開始。作為工程界出身嘅專業女性，我深知安居嘅基石係在於優質嘅硬件配套設施。我樂見政府宣布推出長者友善樓宇認證計劃，並預告今年會修訂建築物規劃嘅條例，將單位佢嘅闊度、防滑、地板等設計納入為強制嘅規定，係一個好嘅正確方向，但係並唔足夠。我促請當局全面檢視現有嘅城市規劃同埋樓宇政策，將無障礙環境建設同埋適老化去改造，作為城市建設同埋更新嘅核心內容。同時，政府亦都應該增撥資源，加強支援社署同埋相關嘅社福機構，為有需要嘅長者家庭提供一啲照顧者嘅服務，例如有關長者去提供佢日常嘅一啲照顧，安排長者往返醫院睇病等等，以協助長者嘅子女能夠兼顧工作同埋家庭嘅責任，居家安老嘅願景先至會真正落實。其次，我哋必須善用科技，推動智慧養老。房委會喺一啲屋邨可以試行物聯網長者住戶大門開關信息系統，令到家人能夠遙距關心獨居長者嘅日常。呢個係一個良好嘅起步。我建議政府設立樂齡科技研發資助計劃，鼓勵本地同埋大灣區嘅創科企業合作，例如研發一啲養老機械人、遠程嘅健康監測等等嘅產品。當局亦都將長者醫療券適當咁應用嘅範圍擴展至購買或者租用呢一啲科技產品。咁透過社區中心、關愛隊加強長者嘅科技應用培訓，令到幫助長者去跨越呢個數碼嘅鴻溝。主席，長者安居嘅長遠保障，更在於妥善規劃相關房屋嘅供應。目前，本港專為長者設計嘅住屋數目唔多，例如房協提供嘅長者安居樂項目，佢嘅門檻同埋費用，對於唔少中產嘅長者而言，都算係沉重嘅負擔。我強烈促請政府充分把握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契機，預留足夠嘅土地，用作興建混合模式嘅長者住房、康體設施同埋一站式嘅社區服務中心，以提供政策嘅誘因，去鼓勵私人發展商參與長者嘅房屋項目，令到唔同經濟能力嘅長者將來都可以揾到合適嘅安老選擇。本人曾經喺報章專欄亦都提及荷蘭嘅老人屋，佢哋係建喺市中心，方便啲老人家去購物同埋見朋友。而附近亦都有啲青年嘅宿舍，出入佢又可以見到啲年輕人，等到啲老人家係感受到嘅活力。其實一啲關懷老弱嘅做法，好值得特區政府去參考。畢竟房屋唔係一個物理嘅空間咁簡單，更係一個連結社區嘅網絡。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社會各界都應該設法去助力長者同埋社區聯繫嘅緊密嘅關係，編織一個更可靠、更溫暖嘅社會安全網。多謝主席，我本人謹此陳辭。